各位兄姐，大家平安。请咱大家安静来调见咱的上帝。司琴，请奏乐。万国啊，恁着学乐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圣诗第2首，请会众起立吟全首。请咱依原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定是假死埋葬阴府。第3日对世人通告上天，担坐伫上帝大屏。伊要对下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俗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掀开圣诗后面1705页，启应文第59篇。
免着我来客，恁来应。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予伊对世人通过我，就会得到救。因为人深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抵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同一个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到救。毋过因都无信伊，哪会求叫伊？拢无听到，哪会信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拢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偌尔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这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阮感谢俄罗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永活的上帝。阮要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个帮中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恼。主啊，感谢你赐了你的独生圣囝主耶稣，互阮借着伊献上甲代求，得到救赎，受伤的灵魂会当得到医治。感谢你时常用你的圣手保护引带阮，也用你的话教示阮，互阮一生拢行伫你的旨意当中，持守你的教示，用你的话成做阮人生的准则。感谢主，主啊，阮感谢你时常用你的圣手保护引带阮，互阮行伫你的救恩当中，对年头到年尾有平坦顺利，总嘛有坎坷甲崎岖，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拢有主甲阮三角伫地。你满满的恩典，亲像江河直流。你用恩典成做绵流，互阮的智慧加添。你的路径拢滴落温高，互阮的人生充满恩典甲愿望。阮献上恩典的价，阮献上感谢的祭，感谢俄罗你。时常阮看重世上的引诱，偏行家己的道路，离开你的教示，直到将家己捆绑伫黑暗的罪恶当中。求主赦免，也求主赐予阮一粒谦卑火热的心，忠心归恩你，一生单单侍奉你。求主教我今仔日的讲台，透过阿牧师的分享，互每一个来到圣殿的兄弟，拢会当得到帮助，因为你的话语甲教示来得到帮助，明白主的旨意。感谢主，祈祷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奉献，咱请祭司收奉献。
也欢喜了上帝，我感谢你一路带领甲保守，互阮的家庭拢有平安甲和乐，也祝福阮伫事农工商拢一尽亨通。当阮甘心乐意献上主所赐的一切，愿主加倍赐福。甘心乐意奉献的兄弟，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消息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12月28、29，本会举行2024年第6次圣餐礼拜、庆祝礼拜第1、第2、第3场礼拜，欢迎全体陪餐会员拱手圣餐动目主温。第2，本主日敬拜中心举行洗礼式，有健身礼。这个名单咱家己看。第3，本主日下午3点到6点，伫2点半要报道，伫油厂敬拜中心举办新家人 party， 参加的对象是2024年度新家人幸福福长、长老、小组长，敬请有报名的准时参加。第4，1月7日星期3是国定的假日，本会办公室休假1天，当天暗上8点，祈祷会咱照常来举办，敬请兄弟留意。第5，下周主日1月7日下午3点半召开元月份定期中执会，地点伫3楼会议室，敬请全体中执出席，单位所长甲同工列席。第6，本会定伫正月初9星期4暗上8点召开2025年度预算会议，敬请下面这的人员拢爱出席参加。第7，本会定伫正月12、19上午9点10分到中昼11点20分2周，伫教会办公室举行2024年度财务检查。敬请各单位的财务人员配合送检。第8，2025年每日现金释义开始订购，费用是400块。如果是大日本是520块。请伫1月5星期日前单备份干事购买并缴费。咱也请小组长会当协助组员统一订购。多谢。第9，本会2024年度各项的奉献到本主日截止，线顶的奉献也相像。要需要索取2024年度奉献证明的兄弟，敬请留意配合。第2，具体消息，欢喜的消息，赖庭轩弟兄就是赖文生执事的长子，甲黄义婷姐妹。伫12月27号星期5中午12点半，伫联上饭店举行结婚典礼。第2，庄恩启弟兄、庄信忠长老、陈立文传道的长子甲詹子云姐妹、詹玉德小组长、单瑞美小组长的出入。1月7日星期6上午9点半，伫本会主堂举行结婚典礼，欢迎兄弟观礼。以上，愿上帝祝福这两对新人建立幸福的家庭。第2，合作社消息，社员大会定伫114年1月19日星期日下午2点半，伫本会主堂召开，1点20分起伫副堂报道，敬请社员踊跃出席。第3，有功幼儿园。114年度，因有新开幼幼班吼，招生是对满2岁就会当入来吼，请会友协助吼，向厝边头尾来宣传。咱即马当咧招生当中。第4，儿童牧区定伫114年2月7日星期日暗上7点举办有客某新年在艺成果发表会，地点伫主堂，欢迎会晓乐器、爱跳舞的囡仔
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团体，拢会当伫114年1月初5进前使用 QR code 报名参加。第5，学生牧区定伫2月初5到2月初7举办怎样营会，欢迎小学5年以上到社青的少年人报名参加。活动的信息伫内容甲费用，请伫线顶查询。第3，教界消息，咱请洪牧师报告。两兄弟大平安。万福号福音传22月18到明年的正月13停课伫博尔的码头这是海上上大的册局这咱若要兄弟要去，会当预约，嘛会当现场排队就近来参观这个船顶的这卖册的这项目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毋茫咱小组长也是咱兄弟会当把握机会去到博尔码头来参观这个海上书局。以上。请咱掀开圣经路加福音第22章19节到20节。路加福音第22章19节到20节。现着我来强读。佮摕饼祝谢，来擘互因，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来献的。恁行即个来纪念我。食了后，旁杯也是安尼。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来设立的，就是为着恁流出的。愿上帝的话点伫咱的心内。而了，请符箓献歌队。讲道请洪牧师，今仔日的讲题是来做伙食暗顿。
弟兄姊妹大平安。今日是咱今年度最后一届共修圣餐的一个仪式一个礼拜。我会记公共电视有一个节目，较即嘛在演叫做《谁来晚餐》啥人来做伙食暗顿。这个节目因会拜访一个家庭，这家庭中间的成员无论是爸爸也好，囡仔也好，还是阿公阿嬷好，这节目要采访之前，拢会先问讲，恁期待先邀请什么人来到恁中间，甲恁做伙食暗顿？阿公阿嬷可能想讲，我请想要请杨丽花、华喜来做伙食暗顿。有人讲，爸爸妈妈讲，我要请五月天来。囡仔讲无，我要请迄个高家来，有一个乐团叫高家来不管伊准备邀请的是教授也好，艺人也好，还是任何一个人物，伊想要邀请拢有一个设定的目标。迄受邀请的一定是因心目中对因的生命有真大影响，还是真欣赏的一个对象。所以，咱知影，因会邀请某一个对象，是伊一定是因所欣赏的对象，会当邀请到因的中间做伙食暗顿。当然，伊开出的名单，无可能大家拢会当邀请会到，有可能伊要邀请迄个教授，当然无用。我会记，我看一则迄集的节目，迄集的节目的时阵，因邀请张文亮教授，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教授，来引导这暗顿。这个节目真趣味，迄来宾要来进行，伊拢知影因这节目的单位邀请到什么人，因为这个名单是热长伊毋知影节目的迄个邀请到底邀请什么人。这节目的制作的时阵对迄个贵宾来到因兜进前，咧款料款内底，伊这节目这制作单位就开始翕讲因安怎款迄顿安怎备办邀请因心目中迄个对象来到因兜做伙食暗顿。嘛会问讲，你为什么要邀请老王乐团的歌手这个歌手来领导？是不是你为什么邀请张文亮教授来领导？伊就问讲，你为什么想要邀请？制作单位甲因访问伊就我欣赏迄老王乐团的唱歌真好听。你看这，因一定有伊欣赏的所在。这个人嘛，可能伫要邀请迄个单位、迄个家庭，产生某一个程度的一个影响力。今日咱所读的经文中间，主耶稣甲门徒三个食这个暗顿，最后晚餐。伊中间咱看到什么？耶稣甲门徒三个而且认食。圣经你今日经文往头前较看，圣经内底耶稣甲门徒三个食这个暗顿的时阵，耶稣讲时到，耶稣坐倒，使徒也甲伊三个坐，甲伊坐。迄时到这字真要紧，为什么真要紧？迄时到就代表主耶稣受切拣的使命要面对临到。所以咱知影，这个时到绝对毋是一个充满欢喜、喜乐、期待，乃是充满着耶稣基督听人、为人、救赎人的承担的这个苦难开始。你若有看圣经53节，主耶稣对掠伊的祭司头甲殿司讲：恁掠刀摕手来掠我，是像咧掠强盗吗？耶稣甲因讲：我日日甲恁伫殿里，恁无伸手攻击我，
若是这粒是恁的事，甲黑暗的权势。所以咱知影，耶稣是讲这施教，就是指黑暗的权势领教。路加福音书的作者路加，伊讲用潘过节的暗顿来做一个说明，讲迄当时撒旦的势力已经得到，但耶稣却愿意将伊家己献上。另外这，你当想象无？你魔鬼撒旦得势时，耶稣却家己愿意献上伊家己的性命。咱人人生若拄着黑暗、苦难时，咱拢毋茫有人甲咱帮忙一下。共款，主耶稣愿意伸手帮助遐软正的人。所以你看，圣经的记载，无论变水的，无论青梅的，无论臭耳的，耶稣看到因，拢主动挖过。会问讲：你爱我为你做啥？共款，咱在座真侪人做人的老爸、老母，甚至阿公阿嬷。当你看到囡仔，你拄着困难的时，总是愿意第一时间来帮助你。堪在伊囡仔细汉时阵，咧穿衫伊遐闭无的时阵，你看。爸母就安那，来我甲你用啦。你看囡仔要上学的时阵，爸母安那，就甲囡仔压来，甲伊绑下遐大。这个甲你讲啥？然后这施教啊，迄是啥物代志？天父上帝备办的事，这时只有天父上帝知，嘛只有耶稣基督伊嘛知。迄时当施教，伊施教时面对将来世界苦难，伊主动愿意伫迄苦难临到之前，伊主动愿意甲门徒相甲坐倒。伊圣经路加福音书22章15节，安尼讲：伫受害在身。我不至意外，甲恁食即个潘过节。另外这，你看圣经中间，耶稣讲我不至意外，迄就是啥物？耶稣明明知影，要出卖伊的犹太，无偌久就要出卖伊啊！伊真意愿，就迄个意愿，伫潘过节前，甲即个门徒相甲坐倒。对安尼，咱知耶稣甲受害、甲潘过节啊结连做伙。为什么耶稣甲伊将来要来受害、甲潘过节结连做伙？咱知影潘过节是啥物？潘过节是上帝伫百姓埃及地的时阵要拯救因时阵。上帝的使者大受烦恼一切百姓，用羊羔的血画伫你的门框的顶悬，做啥物？做记号。使者若看到这门框有羊羔的血，伊就拍出过，就越过。天使就击杀埃及。第所有的埃及人的头生仔囝，主耶稣就是亲像迄羊羔，为着人的罪，诚做赎罪祭。所以咱知影，伫新约中间，潘过节的整个架构的讨论中间，你讲到主耶稣死的意义。伊讲第一层意义是啥物？第一层意义，耶稣的受害是上帝救赎的一部分，毋是历史臭土坎带拄着，就是上帝计划
就是讲，天父上帝已经计划好，通过伊的囝道成肉体，成做人的样式，要救赎人。这是上帝美好的旨意，要成做人的救赎，牺牲伊家己的囝。所以这个事件，毋是在走土港多发生，那是伫上帝计划内底。第二层意义是啥物？耶稣的死改变历史的福音。伫人的生命中间，人无独救家己，通过耶稣基督伫世界死以及复活，改变人原本伫罪中间无得救家己的这个历史，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改变了人，因为信主了，信耶稣基督了，得到救恩。耶稣基督的死改变历史的福音。所以圣经来看，耶稣讲：“我无要搁食伊，到伊应验伫上帝的国。”而这经文中间，主耶稣讲到宴席，就是指盘过一个暗顿。为什么主耶稣伊讲到我无搁食这宴席？因为过去这个盘过节我讲过，就是咧纪念伫埃及地上帝怎样拯救以色列百姓。当伫盘过节时暗顿，耶稣而且这暗顿时用这来暗示伊家己，伊将来要受难更大，受难完成更大的救赎，通过世界完成对罪终局的救赎。这嘛详细咧宣告啥？耶稣基督伊受难的必要性，嘛咧有标天国完全的降临。所以耶稣基督的牺牲是成就永远的救恩。阿门。所以弟兄姊妹，咱会当坐伫遮敬拜主，咱领受上帝救恩，咱是天父上帝救赎的计划，因为咱的信，互咱得到。阿门。甲你隔壁讲，主耶稣听你，主救你，预备来。主耶稣听你，听你，甘心乐意，为了你来牺牲伫世界顶端。所以咱看到盘过一个宴席，也是指末世中间上帝终局的救赎。耶稣基督这使徒宣告，伊的死甲伊搁来的中间，这时间，重新伫这末世中间，诚做毋茫，诚做见证。所以当耶稣伫盘过这个暗顿的时阵，伊讲，佮摕饼祝谢来背因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来献，恁着行这个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饼就是以色列百姓过去因出埃及的时阵，因伫盘过节所宴席所吃的饼。这饼是啥物？这饼是一个无假的饼，是纪念因的祖先。伊第一个盘过的世神，切切公公离开埃及的时阵带出的物件。咱有圣经，咱会当查考，会出来日记12章第39节。圣经讲，因用埃及带出来的生米，逼做无假饼。无假饼是因为受逼出埃及，未被恩前，也无为了家己备办什么食物，所以因着用无假饼，伫盘过一个宴席中间来食，纪念上帝过去伫因历祖中间所带出的救恩。因的历祖迄当时切切公公要对埃及地出来时，三全是青面
无价的米粉。每一摆食这无价饼，就少念迄当时的恩典。所以伫这宴席中间，耶稣讲这饼，上帝伫末后会出来急，要通过伊的囝会死，拯救伊的百姓。所以主耶稣伫这潘过节时，用这个无价饼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来献。耶稣讲这个是安那？就是伫预表伊将来会受难啊。过去犹太人伊过潘过节是纪念因的祖先，伫上帝带领的面怎样经历迄个圣业。但伫耶稣的时过潘过节，是咧预告伊要伫世界顶悬成就奇妙的做工。所以耶稣摕这饼，毋是论这饼的本质，乃是论着这个饼的意义。而咱等者，咱要守圣餐，迄饼的意义对你来讲有甚物款意义？有甚物款的启示？为什么耶稣有讲，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来献？伊为了实践天父上帝对人罪性的救赎，耶稣继续讲，为着你来献。就是耶稣基督，伊甘心乐意将家己成做一个完美的潘过节的羊羔献上，成做终局上完全的救赎的祭。另外这，当咱讲到主耶稣为咱牺牲性命，伊最后耶稣讲：恁着行这个来纪念我。纪念就是甲耶稣的死，甲伊过来成做一条桥梁，用安尼成做着完全的赎罪祭的凭据。这毋望咱伫上帝应允中间终局生存的稳定。当耶稣摕这饼，讲这个是我为恁拍破。接着耶稣讲，佮摕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来设立的，就是为着恁流出来。耶稣举这杯，伫强化伊头仔讲的饼。伊讲，这个身躯为恁拍破。伊佮摕这杯，伫强调，这个杯内底的葡萄汁代表我为恁所流的，代表我为了恁的罪定死的世界破碎身体所流的宝血。所以了这饼甲杯伫宴席中间属无同款的物件，但是伊用指向上帝救恩上悬的关照。什么？通过伊的身躯。通过伊所流的宝血，耶稣基督，上帝通过伊完成救赎，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来设立的。为什么要讲到血呢？为什么讲到现在爱用的血？你若有圣经，你去查考。出埃及记24章，出埃及记24章第8节来讲，摩西将血也伫百姓讲，看啊，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照这一切话甲恁所立的。所以咱知影，伊现在中间。我都欠缺，就是献血这个代志。这代志是献祭中间袂当欠血，因为血也是献祭祭物赎罪的作用。
咱敢知影？咱拜拜的人，因为什么伫天公生的时爱抬猪倒用？为什么？因为今生的血，即老血甲性命替主人赎，伊就是有即层的意义。啊，你啊看猪仔拢会加甘仔，就啥？台湾人做爱用迄谐音，叫什么？甘愿啊，甘愿替主人来死。我毋知迄只猪仔若会讲话，伊会甲你讲啥？你会做到我什么地带啊？我想我替你死啊，对不对？就是咱看到耶稣基督甘愿替人的罪来死。你来看圣经伫利未记第17章，咱来看利未记第17章第11节，咱做伙来读预备来。因为肉的活命在伫血，我用伊相信恁，通伫单顶为恁的活命赎罪。因为血内有活命，所以会赎罪。所以来这，为什么要用血？就是赎罪啊。所以咱大家讲到民间信仰的人，因抬猪倒样，敢知这意思？毋知啦，甲知猪肉好食，羊肉好食，毋知迄个宗教的信仰的内涵。就是咱真正基督徒，咱知影耶稣基督为了咱所拍破，为说流血的目的是啥物？耶稣讲，为了恁，为恁，就是代替意思。主耶稣代替咱流血牺牲性命，互咱原本有罪的你我，该付出流血的性命的代价，咱耶稣替咱做。所以咱看到耶稣伊真面确讲，伊家己是真正的跨过一个幽沟，伊将伊的身躯甲伊的血，成了终极的赎罪祭，取代旧约用动物献祭的制度，伊成做迄个祭坛顶的羊羔啊！你看，主耶稣为了听你甲听我，付上这大的代价。如今，主耶稣替咱所流的宝血，替咱所牺牲的性命的代价。过去百姓因甲上帝立约，因必须要，迄个百姓必须要带着精神来到祭司的面前，祭司要当着伊的面，将这个精神呢化作饼流血来立约。精神所流血，甲牺牲的性命，成做立约的一个工具。所以，当祭司将这个精神破做两边流血时，百姓献祭的人，伊必须安对迄个精神的中间，迄个流行过，也意思讲当这立约的人，伊通过这个献祭的精神所流血，替伊赎罪。万不伊，伊甲立约的上帝，伊违反了献立约的迄精神，伊也必须要亲像这精神同款，献上迄个血，献上迄个生命。你会知影，这是真严肃的代志。以圣经来讲，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来设立的，就是为着恁所流出。过去埃及地用羊羔的血抹伫门框顶悬，成做救恩的记号，甲埃及人分别无共款。但主耶稣伊道成肉体，为了人的罪来牺牲伫世界顶悬。另外这耶稣基督伫世界顶悬，伊为了咱所流的血所定的世界，有亲像迄
头仔看迄精神无，破这两边。所以耶稣讲：我为恁所身躯，为恁所拍破。当人无都为着家己的罪，人违反了迄原本应该负的代价，但耶稣为着咱，亲自啦，就迄个世界顶悬，亲像迄个祭同款，拍这两边，拿出伊的宝血，了解？这就是耶稣替咱负的代价，敢毋是？是啊。所以先知以赛亚伊有言，主耶稣将来流血甲牺牲。以赛亚书53章第12节，咱做来读，请。因为伊放下性命到死，伊也到伫罪犯中间，总是伊担当济人的罪，佮替罪犯祈祷。所以了解，伫规约中间罪的赦免，需要通过借着咧动物的血来献祭赎罪。但耶稣基督伊所流的宝血，代替所有的祭祀。为了人甲上帝立一个永远的新约，这个是出于上帝恩典的约，是靠着伊的血得到赦免甲救赎。所以了解，耶稣基督就人甲神中间迄个桥梁，迄桥梁也无，人怎样要过对话甲上帝遐是无可能，因为罪隔离人甲上帝，就是通过耶稣基督，伊成做中保，伊成做为了咱牺牲的挽回者，羊羔的血，伊为咱付上。所以咱看到耶稣甲门徒做伙过潘过节的宴席，过去潘过节是纪念因的祖先伫埃及经历的拯救的历史，通过守节记得上帝的恩典。但伫这时咱通过耶稣基督甲门徒伫潘过节的暗顿，耶稣甲因讲，这是为恁拍破的，这血是为恁流的。耶稣讲伫咧暗顿中间，你通过预言甲伊讲，伊要伫世界顶悬完成比过去伫埃及更大救赎，就是伊亲自就迄世界顶悬，为了救赎你甲我，阿门。所以咱当伊坐伫遮，咱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因为耶稣基督的疼，咱得到这个大的恩典。所以耶稣甲门徒做伙三角食迄个潘过节的暗顿的时，耶稣亲手甲门徒讲，伊的血将来是为咱流，这是一个提醒咱救恩的代价是极其贵重，但是这个救恩却是要白白收赐，予每一个相信伊的人。甲你隔壁讲，今日你的救赎，那是耶稣的恩典，预备来。今日救赎，那是上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是伊为着咱所付上的代价，这代价是伊生命，伊的宝血，这代价是极重的。你有看到无？伊圣诞节咱打过，咱会唱一条歌，一件礼物。天父上帝为了咱备办一个礼物，迄礼物是啥物？就是伊家己的囝。迄救赎是要白白收赐予人，虽然这个代价真重，却是要白白予人，予什么人？予愿意相信的人。圣餐是基督徒生活中间极其真要紧的属灵的仪式，伊若咧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伊嘛是咱甲耶稣基督当坐道的时，咱甲耶稣基督有迄亲密的交陪的时刻。伫这段经文中间，
耶稣甲门徒即食盘过这个暗顿时，伊设立圣餐。上帝伊为了世间人的罪所牺牲赔命流血，咱应该纪念伊的疼，咱应该常常纪念耶稣基督的牺牲，用感恩的心来过每一天，活出信仰百姓的生活。咱靠着伊的恩典过圣洁的生活，见证什么？见证伊的救赎。通过咱会咧领受圣餐的时，咱甲主有合一的关系。但通过这甲主的同齐道中间，咱有主甲主为了合一、甲亲密的关系。所以，一旦会同齐道的时候，你对丢落的中间碰到杯甲饼时，咱就爱来到主的面前，谦卑讲：主，感谢你为了我的罪赎罪，互我领受这个救恩。我相信，以你主你面前谦卑认罪，面对我家己食啉家己的罪。通过咱甲主的同齐道，咱有甲主有合一的关系，活出基督生命见证。阿门。所以今日迄同齐道对基督徒来讲，一个严肃，一个真稳定的印象。通过你的同齐道，甲主的同齐道，少年主伫你身躯里所付上的代价，主听你。你时常会当以这同齐道中间，甲主定心利用。过去你可能做一个三不定的信徒，就是什么叫三不定？啊，就有时间来，啊无时间无来，啊有钱奉献，啊无钱开了无奉献，你三不定的。可能过去是安尼，但你通过早期的同齐道，你少量主的救赎一听，咱三个同心来祈祷。是阮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当主耶稣伫盘过一个暗顿，甲门徒三啉食的时，主耶稣有表伊将来要伫世界完成这个救恩，伊要做比过去盘过一个更大救赎。阮相信耶稣这番话对门徒的生命有极大的启示。恳求主你帮助阮，因为等下阮甲主同齐做时，我嘛用安尼心来孝念主你为了阮付上极大的代价，就白白将这恩典赏赐予每一个阮在座新的人。愿主你施恩带领阮，互阮不时通过安尼来孝念主你听，嘛通过同齐道谦卑认罪，以主面前诚做甲主诚做合一的肢体来。甲主孝念你的恩，以主面前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即时来唱圣诗，咱三个。
来永恒，他主三高配的愿望怀抱，如今的眼光，我拢无办法，只靠我救主，就会的平安。主那只有你，我就真欢喜。只靠你归来，我就大胜利。会众请坐。伫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纳属以教会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你注意来听，主耶稣对归向伊的人讲恩典话。主耶稣讲：“我是活命的饼，就按我的，我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按我的，我果断无欺诈你。”所听的兄弟姊妹，请你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因，就是主耶稣方便迄暝摕饼，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恁所拍破的，恁着行呢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呢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杯、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伫还未教主同齐道进前，咱同心压头祈祷。主上帝。我现在按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我谦卑求你找信心来信别阮，也信别把伫你面前所守护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你的恩典得到帮助，同会晓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恩典中，同因光你的性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所听的兄弟姊妹，对归向伊的人讲，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恁所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咱请咱长老同工来服侍。咱若对长老手中摕着饼，咱伫主面前都要谦卑认罪悔改，免得咱食啉家己的罪。凡若已经洗礼，无论你随服对一个宗派，欢迎你今日早起甲主同齐道。
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恁所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咱同心来领受。食了，主耶稣所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流的。既然啉的时，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长老来服侍。咱人已经说咧，无论你属对一个宗派，欢迎你今日早起甲主同齐道，少年主为你付上极大的代价。咱当对长老手中摕着这杯，咱着伫主面前谦卑认罪，免得咱食啉家己的罪。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同心来领受。咱逐摆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咱这人三个伫地，咱同心按头祈祷。愿全心感谢有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我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二表身体真躯的一体，是受祝福忠心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等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所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通应光你。阮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那这是来纪念圣餐奉献。
咱大家来祈祷，听阮救赎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听阮，为了阮的罪，你赐见你的独生子囝耶稣基督，来为了阮救世界，为了阮付上极大的代价，将这恩典白白收赐，愿意相信伊的人。当阮领受这个救赎恩典，我尝试甲主你同齐道，笑脸主你听。愿奉献淡薄金钱，成做圣公的路用。愿主你信我，愿主你帮助阮，守住阮开力，行出上帝你欢喜的生命甲款式。我用主面前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祝福车恳圣诗387首，请会众起立吟全首。请阿牧师，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相通，甲咱众人三个地地，顿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